因为唱歌嘛，就是各种各样的音阶，就是比如说唱音阶，怎么能够就是说声音能够把它上下就是高高低低能够统一起来，就让人听着，中间没有什么好，比如说，我老听说，但是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没有实际上变化，就是换声区呀、什么这种东西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换声区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从沈先生跟李金伟老师这儿学的这个方法呢，因为他呢是就是说，就是真假声的比例啊，他不是说到了什么地方，到这个真声到已经不行了，再开始换，这样一下你就不统一了。他呢就是说这么低，他也开始就是说，用不着那么多，但是还是尽量就是说把这个声音搁在气儿上，跟这个腔体搭配。就是说呢，就开始就在这个腔体上去唱，就不给那么大，因为你很低嘛，但是一点一点一点，就是说从最低的这个程度上就要有假声混进来，对，只不过是多少而已，就好像街头很小，对，到了高声区呢，真声有最少了。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女高音，比如说到这个 F 你就要小心了，叫咪发的时候，你就想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尽量就是。不要唱的太白，比如说你看啊，你看从我就是说现在这样你再往上带这就已经晚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到这个 F 这已经开始不要那么多就往上慢慢加，到了比如说。该上了，到完了还上，到这时候你就开始要小心，就是这个啊的里头啊，就是你更得给一点空间，就是说就是带一点点，就不要去做，就想到就是说这时候的空间更要多一点，不是说加但想着一点点，就是就要。加一点点，这样的话它就会让你比较自然，就是蹭到那儿去，就是还用不着的，到 F 了，升 F 了，就完全换过去了。对，但是我不觉得我在换。对，但是听起来就是觉得，就是说，到了到发和升发的时候还是就是中声区的感觉，到了 G 已经完全是头声，对，高音区的感觉。就是你一定要它这个慢慢的走接头，就是说做的越不让人察觉到越好。对，这就是调尽量把这个接缝做的长。对，就是是吧？完了以后到这儿以后。G 是绝对就进去了，对，你只要是这个地方你要进好了以后，这儿你就只要张嘴它就有了，就是另外一个空间了，对，它就有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要没弄好，到这儿就因为你的就是真声带高了，完了以后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你要是嗓子条件很好，你也能葫芦过去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唱歌的人呢，还有就是说，你不是什么时候就是处于这个身体状态就是非常的好，你说这是不是？可以，我今天可以说，你唱10场音乐会，或者是开10场唱10场戏，可能8场你就不是那儿没睡好觉，就是那儿嗓子不舒服了，什么这个东西，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技术要非常的好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什么技术呢？就是说把这个真假声的比例要调的越好，就最后呢。把这个本钱留住，用它的力气去唱。这个力气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把你的声音啊，就放到你的气上边，就是搁到共鸣腔里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声带这就不用那么大劲儿，它就有泛音了。这样的话你省劲儿啊。对，就是说用就是用声带的本腔用的越少越好，对，以便能用的时间长。你用的越狠，可能将来就是磨损的程度就大一些，对，你就寿命就短嘛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么情况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些时候不太好的时候，也容易动不动这个也容易一下就出去，这一出去后边就很难进，就是比较辛苦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呢，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磨出个10几年来。对，因为
他每次所感觉到的程度是，对，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可能你1年级时老师讲的也是这个问题，但是你体会的程度呢，跟你2年级或者是更高就都不一样。我忘了是在芬兰还是在瑞典录音的时候，我呢有一次我就说不行，我得把李经纬老师叫去，得让他得帮我听听把着，就说声音把着过，因为我东西太多，时间太短，我怕万一就刚才说的哪一个地方一不小心了，一出去你自己还没意识到，完了后有那么多东西要录，这一下累着了，你就唱不了了，唱不了时间又没有，就出事儿，把他带去，完了以后他们有人就跟我说，你这个老师对你有什么用啊？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他从来不跟你说话，他就给你打打手势，就是这场，我就明白了，我说这就是我们10几年的结果啊。他第一堂课也那么说，这堂课但是理解的这个他的你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知道吗？有些时候我大老远的从外边，我觉得呀，我觉得我唱那么细，我现在感觉不太好，就是有点儿，因为我可以唱比较低的东西，比较宽的东西，我是一个抒情花腔嘛，对吧？我就容易就一激动就给他唱宽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因为我不是个纯花腔，这样情况下呢，我就不容易啊，我的花腔是练出来的，不是生来具有的。哎，这种情况呢，我就不会那么轻松，就是不会那么溜，跟纯花腔人他一张嘴就是这样。在我们这个呢是后天的训练出来的，所以呢，唱就容易唱中，因为戏的需要就过去，就回来以后就找我们李经纬老师就给我收给我整理，有些时候就那么5分钟，嗨，大老远的就为了这么几分钟跑一趟，实际上就是这样，最后就是特别微妙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就那点一进去了。你这全身就通，你可以唱很多个小时，就那点差一点啊，你可能也可以唱，但是像我们这样人里边进的多习惯，稍出去点以后你就不习惯，你就很不舒服，就觉得出了大事儿了，就要大老远就跑回来整理。